歡迎收睇時事8分鐘。今集係講緬甸嘅政治嘅。你好啊，阿堅。係你好。嗱，今集就想講一講咧，佢內部嘅一啲嘅問題形勢啊。咁啊，早排咧就即係新政府咧就宣布咧解除咗咧有個地方喺西部嘅叫若開邦啦，持續4年嘅一個緊急狀態令啊。咁呢個地方點解特別？就係因為佢嘅回教徒啦同埋佛教徒咧，經常都發生啲爆發啲嘅衝突嘅嘢。其實即係緬甸咧，佢個宗教問題一路都持續嘅。你覺得新政府上台會唔會有咩改善，或者會有啲咩變天之類嘅嘢？首先咧就係解除若開邦嗰個禁令咧，其實係登城臨卸任前一日就宣布咗呢樣嘢嘅咁所以咧你可以理解為舊政府咧可能即係埋個炸彈或者即係俾個燙手山芋俾阿昂山咁樣啦緬甸嗰個宗教衝突咧，其實又唔係廣泛地區嘅，即係主要喺呢度啦即係因為呢度突然間歷史原因多咗好多嘅伊斯蘭教徒咁就喺呢度咁而家解除咗咧你可以話因為佢要發展，所以要開放。因為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交漂呢個港口咧，即係中國一路同緬甸傾咗好耐。要開發一個交漂港口、交漂開發區，就喺若開邦裏邊嘅，就係印度洋出海口嘅咁所以佢呢個要發展呢個正面嘅。如果係陰謀嘅，就係話軍政府即係軍方啦，你買一嚿嘢俾你，然後令到呢度咧有亂，體驗我嘅存在感，因為呢個係屬於邊區事務啊嘛。我哋睇翻緬甸咧就有7省7邦同埋一個區就係首都內比杜啦7省咧就係緬族人為主噶啦即係唔係完全可能有零星主要就係緬族人嘅緬族人佔緬甸大概70%人口咁樣啦。咁然後咧有7個邦就係嗰啲叫做聯邦我哋最出名嘅善邦即係嗰啲咧咁嗰啲係少數民族嘅即係我之前講過就係民地武民族地區嘅武裝呢個係其中一個。咁喺緬甸嚟講咧，如果你話宗教衝突咧嗰個嚴重性咧，或者嗰個困擾程度咧，就不及民族衝突嘅，即係各個地區武裝同緬族之間嘅衝突，地區武裝與地區武裝之間嘅衝突，嗰個反而可能係嚴重重要啲嘅即係宗教當然有條尾啦喺呢度你解除咗嗰個禁令佢又可以即係靈活啲，可能有更多嘅麻煩。咁但係從來嗰個宗教衝突咧，唔係緬甸嘅主要問題，主要問題就係嗰個民族個問題因為緬族佢作為大族咧過去咁幾十年嚟咧，一路都係一種唯我獨尊嘅態度，即係打壓其他嘅少數民族，先至逼到少數民族要武裝啊嘛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大嘅問題。嗱，咁昂山素姬咧就即係出任外長啦。咁頭先上2集你都提到就係話，即係對外嗰個關係咧好緊要啦，將會。你覺得佢點會即係佢會點樣去處理嗰個外交關係咧？昂山素姬好多人咧會諗住咧，即係昂山會親西方乜嘢因為咁美國英國英國讀書，仔都係英國人。咁但係我哋睇翻咧，似乎咧我之前都講昂山其實都幾務實下嘅由佢未放出嚟啦到佢放出嚟一路嘅言行咧，佢都係呼籲緊緬甸人咧係要團結要一齊發展放低分歧即係由佢未出嚟，企喺門口，即係個鐵欄已經係講緊類似嘅嘢咁所以佢都知道，即係緬甸要發展咧係要務實嘅。
而務實其中一樣包括外交嚇。緬甸一個當然佢人口都我冇記錯，應該係全世界排第20幾嘅嚇。即係你話細唔算細，但係你喺大國裏邊咧，佢係細嘅嚇。尤其是嗰個經濟力量嚇。咁所以咧，佢要發展咧，一定係要同所有人都做朋友，關係好嘅嚇，周邊嚇包括中國、美國啦嚇。咁所以昂山嗰個外交政策咧，毫無疑問應該就係保持中立，唔傾向任何邊度，同周邊搞好關係嚇。呢個又翻中國啦，中國成日都講一個睦鄰嘅關係咧，先至係最好發展經濟噶嘛。咁佢而家要發展經濟，咁佢係冇理由同人嗌交嚇。所以佢個外交政策應該就係同大家保持好嘅關係咁樣啦。你覺得同附近咧，先講下東南亞區啊。東南亞其實佢不嬲冇嘢，佢係東盟嘅成員嚟嘅嚇。舊年定前年佢先至係個東盟會議先喺嗰度開嘅，所以佢係東盟成員國。早10年8年咧，佢同東盟有過一啲摩擦嘅，因為即係大家制裁佢咁樣。咁但係佢開啟咗個民主進程之後咧，咁連西方都取消嗰個制裁啦。咁佢自己要行出去，咁所以應該就唔會有大問題。即係冇乜邊個特別國家係即係喺附近同佢關係唔好。應該就冇嘅，係啦。即係可能你頭先所提嘅話，邊境一啲嘅衝突，純粹係一啲宗教上面嘅少數族裔嘅衝突，就唔係話國與國之間嗰個問題。係啦，即係佢嗰啲嘅邊區地區嗰啲少數民族衝突咧，過去睇唔到有譬如好多地方咧，佢國境裏邊嘅少數民族咧係受個側邊某國家，佢同某個國家同族咁，所以佢支援佢。緬甸睇唔到呢個情況咯，係啦，就係純粹就係緬族同地區個衝突，咁個衝突，咁嗰啲人要反抗嚇，就係咁樣，而冇後邊佢譬如話善邦裏邊有都唔少華人嚇，咁你唔係中國喺下邊支持啫，我哋睇唔到佢有另一個鄰居鄰近國家係支持緊佢裏邊嘅一啲少數民族嘅活動咁樣。即係話其實整體佢都 OK 啦，關係都唔差。好，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啊，我哋下集繼續再傾過。好。